即马天气是愈来愈热，天狗这个病例嘛有增加的趋势。在台南市目前是已经有54个本土病例啊，不过逐工四界伫咧厝药啊，这嘛引起居民的不满。卫生局讲，除了较高生芳的所在，也佫有天狗这病例附近50米内拢爱转药啊以外，民众若是坚持唔配合，会当罚6万至30万。5日做连假最后一天，台南林德成功里的防疫志工，有关伫里来巡视，看到必须导游的所在，赶紧导游啊，行正做避蟒塘的执行员。不过最近天狗热爆发，一直唱悬，徛过所在一直喷药啊，甲防疫也引起民怨。甲平常时无共款，所以我拢尽量配合啦。讲也讲袂听，啊，甲解说也解说袂听，啊，要爱公文，啊，咱迄张单，照讲迄个红单，迄个黄单就是公文的指引嘛，对无吼？已经足严重啊吼，大家爱配合。没关系啊，因为刚好放假，有空就可以帮忙。就是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环境就是这个样子，那我们大家就要共同的来。有一个认知。防疫工作是真无用，伫里来喷药的时阵，团出一个防疫人员泪流血摔来，造成头壳受伤甲骨头断去，赶紧开刀大医，甚至伫林德区也有防疫志工去邻家厝内倒药啊，病扫却是第2个出现发烧，经过采血检验是阳性。随后台南天狗热病例增加，相关单位继续监控避蟒塘的指数。只要出现一个确诊，就代表伊的生活环境存在天狗热病毒的避蟒塘。防疫人员要赶伫第一时间进行户内外化学防治。得到民众电话反映，卫生所下晡打通知单，加工早起喷药啊，造成无方便。也过实在有这必要性，也请大家多多来体谅。这些志工牺牲假期来做这些事情，我希望大家能够抱以同理心，如果可以的话，给他一点点掌声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公道。到2月下晡3点，台南本土天狗热病例有54例，卫生局提醒，有确诊病例发生时，则伫咧居住地也是活动的所在，周围50公尺范围内进行紧急的户内化学防治，若是拒绝规避也是妨害防疫人员入去内底喷药啊，依法会使处6万以上30万块以下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